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合法》，我是明珠。今日呢，我哋来到关西嘅一个托马多农场，呀，道边嘅托马多啊，种类当多哦，法拉必博嘅，看到你会冇爸爸哦，你下去图大家来你看啦。Hello， 台哥你好，明珠。你好，馆长。托马多怎么这么多种类啊？係啊，但托馬多品種千到有40人嘅品種。西森郎中品種。係啊，看佢哋法拉必博。真見法拉必博嘅都看到有些冇爸爸咧。好棒哦！這都可以做這種試試看下冇？真係，你托馬多嗬，出嚟係米嘅咧，佛羅里達嘅托馬多。水分輕度嗬。當然最空洞還有嗶嗶啵啵啵開了，而且還有噴出它的 juicy 哦，讚！然後先，好食嗬。也仲係意大利嘅黃金托馬多。意大利來啊！入咗托馬多嘅維他命 C 千個哦。你食得會強係皮膚當好。這個你要跟我懂好。古時話去農場摘托馬多，當神奇哦！大家日較接到嘅去農場摘托馬多。唔是出嘅，都係看到世界托馬多。真嘅呢，同像環遊世界一樣，記得來玩哦。精致農業透過溫室的栽培，生產出許多不同的品種。在老闆的辛勤耕耘之下，休閒農場的名氣已經紅遍了全台灣呢。不管是平日還是假日，都有滿滿的遊客哦。來這裡採番茄，認識番茄，建立起健康樂活的番茄王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今天教的單字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在這邊我帶大家一起來複習一下哦。第一個看到的單詞就是番茄 ，tomato。第二個要來學的就是農場，農場。第三個，讓我們來挑戰一整句話哦。去農場採番茄很有趣。去農場摘 tomato 當神奇。去農場摘 tomato 當神奇。大家都有學會了嗎？下一次去體驗採番茄的樂趣吧！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